以我所知，現今好多佛教同埋禪修流派主張用理性嚟處理情緒，以為可以通過理解事情嘅道理嚟化解情緒。據我了解，理智解釋從來無法真正消除情緒，因為顯意識跟潛意識嘅比例為1:9，咁樣做只會變成壓抑自己真實嘅想法與感受。呢啲宗派主張嘅禪修方法通常係專注呼吸上，可能係注意鼻子，亦可能係觀照肚子，有啲派別會再加上感覺身體知覺。問題係佢哋教導嘅靜心方式係避開念頭同情感，一旦思想同情緒浮現，就將注意力轉移到呼吸同身體嘅痛楚上，比如盤腿會出現嘅腳痛、背痛或腰痛等。其實轉移注意力就係壓抑思想情緒，讓情緒傷痛埋藏到更深嘅黑暗地下室。終有一日，呢啲心理痛苦會反撲，劇烈爆發。正念禪修與漸修法門嘅靜心者，普遍視情緒為洪水猛獸，最好避之則吉。新時代人士主張正能量、正面思考、正向情感。同樣地，呢種以正面思想情緒嚟取代負面思想情緒嘅做法，往往使人嚴重壓抑念頭感受，抗拒嗰啲壞唔好嘅想法與情感。宗教鼓勵人們說好事、存好心、做好事、導人向善、對抗邪惡。靈修者好容易會認為憤怒同痛苦唔應該存在，甚至以為人唔應該有情緒，包括邪惡嘅念頭唔應該出現喺腦海。傳統上，靜心者面對念頭浮現嘅時候，會採取忽視嘅態度。有啲人會默念唔係呢一個，另一啲人會以一念代萬念，仲有人會觀想內在有一個火爐，把任何心念燒毀。唔少靜心者會感受平靜，然後任何破壞平靜嘅情緒升起時，佢哋會繼續感受平靜，嚟抑制緊張、焦慮、憤怒、悲傷、恐懼同痛苦。佢哋認為靜心就係唔好有任何負面思想情緒存在。以上呢啲心態都係內在衝突、自我交戰嘅二元對立。新不二直接知道對於思想同情緒嘅態度截然不同。新派靜心充滿自我探訊、自我覺察、自我了解嘅探究精神。靜心者會觀照自己嘅諗法同情感，覺察情緒背後嘅信念，質疑信念同想法嘅真實性，留意自己內心經常出現嘅情緒、諗法嘅固定習性模式，掌握自己嘅性格特質與制約反應，了解自己陷入咗乜嘢痛苦信念故事之中。通過了解我唔係乜嘢，先至可了解我係乜嘢。真正嘅你係寬廣嘅天空，思想與情緒猶如天上嘅浮雲，雲朵唔會對天空造成影響，天空保持不為所動。所以你可以擁抱任何情緒浮現，容許一切念頭升起，因為諗法同埋感受唔係你。呢啲來來去去嘅內容物可以喺無限寬廣嘅容器裏邊自由穿梭。你可以徹底感受情緒，只要唔捲入信念故事中。對於呢啲短暫停留嘅思想情緒現象，開放嘅覺知空間可以包容佢哋嘅存在，卻唔認同思想嘅內容，抗拒當下會產生情緒。批判本然嘅聲音就係負面思想，與當下為友，跟生命合一，可以消融負面思想情緒，全然接受，全然覺知，如實觀照，完全臨在。思想情緒嘅根喺過去，過去已然不存在，過去同未來係幻象，當下係真實嘅生命，用真實嘅當下嚟化解虛幻嘅過去，覺知眼前呢個片刻，停留喺此時此地，睇穿分離嘅幻想故事，瓦解痛苦，
呢個就係靈性嘅全部秘密。